现在的问题也很严重啊，几乎都是先上车后补票，先怀孕生不下来就先堕胎，哦，将来这个堕胎的问题也很严重。我前2天碰到一个女众啊，她告诉我，她在公馆这方面碰到很多人啊，男生女生一大堆，公馆那一带就是台北市很热闹的一个地方，夜市，都是男女互相牵着手的，甚至勾肩搭背的，啊，跟他把他帮人家卖些东西很比较时髦的，他就问他问题，他让他拿些这个我们的了凡的书去送啊，就问起来了，哦，这个就吐苦水了，怎么办呢？堕胎的太多，他跟我讲怎么办？他说我们这本书写的堕胎的问题，大家看了会嘴皮刷。真的，我再跟你们报告一下，真的是这个问题啊，你不讲